約係我畢業最後半年期間，導師問我畢業之後有咩打算，但係我都係未有明確嘅方向。導師就同我推薦咗永利同勞工局合辦嘅公眾衛生部專項培訓計劃。我知道呢個計劃係先入職再培訓，就好適合我呢啲冇經驗嘅新人。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我唔單止揾到職涯方向，亦都深入了解咗好多酒店營運上面嘅知識同內容。我認為呢個計劃最好嘅地方就係可以令到本地嘅年輕人可以提供就業機會，同時培訓更多嘅專業人才，有助推動各行各業向更高層次嘅發展。我想鼓勵大家一定要大膽表現自己，遇到唔明白嘅地方就主動發問，對自己要有信心，勇敢發掘自己嘅無限可能。我哋希望年輕人唔好將自己當做一個執行任務嘅人，而係一個創造體驗嘅人。酒店業係一個好特別嘅行業，好多經驗都必須從基層開始累積。無論你係酒店嘅邊個部門，前線嘅經驗都係無可取替嘅養分。澳門作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我哋面對嘅係全球見識最多，亦都對服務最有要求嘅客人，可以喺呢度站穩住腳，嚟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好有競爭力。希望年輕人帶住你哋嘅熱情、堅持、相信，夢想隨時起動。